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Lisa， 欢迎来到 Lisa 的台语教室。即摆武汉肺炎咧，伫世界咧大流行，我伫美国咧是错甲要死。台湾伫防疫这方面咧是做了袂歹，毋过大家嘛是还阁会惊，所以今日 Lisa 要来教大家一寡平常时会当注意防疫会当用到的台语。娃娃 TV。即摆伫咧防疫的期间，大家一定爱定定洗手。尤其是为公共空间去到一寡较私人的所在，亲像是办公室啊，是厝里的时阵，拢爱记得去洗手哦。因为你毋知影你伫外口会去摸到啥物物件，你若是无细力去摸到武汉肺炎患者去污染到的物件，你可能嘛会破病哦。所以大家千万爱注意，伫外口咧，莫用你的垃圾手去摸你面顶悬的器官，尤其是目睭、鼻仔甲喙。好，啊，讲到洗手咧，就一定爱用湿文。安尼才会当甲你手顶悬一寡垃圾物件拢洗掉去哦。好，啊，伫即种非常时期咧，大家尽量莫去病院，嘛莫去人侪的所在。会当莫出门，就尽量莫出门。就算是妈祖要来，嘛莫去。相信妈祖大慈大悲，一定会谅解的。啊，若是一定爱出门的，就爱记得挂马斯克。马斯克咧是日本的发音嘛，台语嘛有伊家己的台语发音，就是喙暗。喙暗简单来讲的，就是甲喙暗起来，所以叫做喙暗。大家出门爱记得挂喙暗哦。啊，若是无喙暗的，爱记得摕健保卡去药局买。提醒大家一个，即摆伫台湾一个人7天敢若会当买3片，毋过听讲以后若是生产了有够咧，一个人7天会当买到5片哦。安尼若是甲我共款，人伫咧国外咧，安尼买喙暗就爱靠家己啊。好，啊，你若是最近有去过即摆一寡较严重的疫区，也是有可能有去接触到武汉肺炎的患者。安尼，你回去就爱家己伫厝内自我管理14天，莫乌白乱走去害着别人，嘛有可能有得到武汉肺炎的机会哦。好，啊，你若是有感觉身体无爽快，亲像有发烧、酷酷嗽，还是有气管的问题，就要赶紧去看医生。爱甲医生讲你拢去过啥物所在，甲啥物人接触过哦。好，安尼以上就是甲防疫有关的台语，咱来复习一摆。洗手，大家爱记得定定去洗手。湿文。洗手爱记得用湿文且洗会清气哦。马斯克喙暗，去人侪的所在爱记得挂马斯克，就是喙暗哦。健保卡，伫台湾看病买喙暗拢爱摕健保卡。自我管理，有去过疫区爱家己伫厝内自我管理14天。发烧、酷酷嗽、气管，若是有发烧、酷酷嗽、气管的问题，爱记得去看医生哦。好，安尼大家拢学会晓吼，希望大家拢会当平安健康的度过这摆的难关。我是 Lisa， 你若是有介意我的影片的话，莫袂记帮我起赞，佮来分享出去。要订阅的观众朋友嘛，要袂记帮我起只订阅，佮会记得拍过边仔迄个小铃铛，安尼开咱收到 Lisa 的上新影片通知哦。另外 Lisa 嘛有 Facebook 佮 Instagram，嘛欢迎大家来帮我 follow 起只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咱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